在数位化迅速发展的今天，语言的准确性和清晰性变得越来越重要。随着社交媒体、电子邮件和各类文档的普及，写作不仅仅是学术或专业领域的需求，更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 Grammarly 作为一个语言检查工具应运而生，并迅速在全球范围内受到广泛使用。Grammarly 的起源与发展。Grammarly 成立于2009年，由 Alex Shevchenko、Max Lytvyn 和 Dmytro Lidell 创办。其初衷是希望通过高科技手段帮助用户提高写作质量。最初 Grammarly 专注于语法检查，随着用户需求的增加，其功能逐渐扩展，涵盖了拼写检查、风格建议、语调等等多个方面。目前 Grammarly 的使用者遍布全球，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、学生和普通用户都在利用这个工具来提高写作能力。Grammarly 的成功不仅来自于其技术的创新，还因其能够根据用户的需求提供个性化的写作建议。2、核心功能。Grammarly 的核心功能主要包括： 1、语法检查。Grammarly 能够迅速检测出用户文本中的语法错误，包括主谓不一致、时态错误等，帮助用户及时修正。2、拼写检查。除了基本的拼写检查， Grammarly 还能识别同音异义词的使用情境，从而减少因拼写不当导致的误解。3、写作建议。Grammarly 根据上下文提供更好的单词选择和句子结构建议，帮助用户使其文章更加流畅易读。4、风格检查。Grammarly 不仅专注于语法和拼写，还能帮助用户改善写作风格，通过调整语调和用词使文章更具吸引力。5、抄袭检测。这一功能对于学术写作尤为重要。Grammarly 可以检测文本中可能的抄袭内容，确保用户的写作原创性。3、使用便捷性。Grammarly 的使用方式十分便捷，支持多种平台，包括浏览器扩展、桌面应用程序和手机应用程序。用户只需在其网站或应用中输入文本，即可实时获得语法和拼写建议。这种即时反馈的特性使得用户可以随时随地进行写作，并及时修正错误。此外， Grammarly 还支持多语言的写作需求，对于需要使用非母语进行写作的用户尤为友好。这一功能特别受到国际学生和移民的欢迎。4、针对不同用户的解决方案。Grammarly 的使用者群体非常广泛，从学生到专业人士，甚至企业，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使用方案。对于学生而言， Grammarly 可以帮助他们提高论文和报告的质量，而对于企业， Grammarly 则能提高内部和外部通讯的专业性，减少因语言错误造成的误解。Grammarly 还提供了不同层次的订阅方案，包括免费版和付费版。免费版提供基本的语法和拼写检查，而付费版则包含更多进阶功能，如风格建议、抄袭检测等，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。5、用户体验与反馈。Grammarly 的用户体验一直是其成功的关键之一。许多用户反映， Grammarly 不仅能够提高写作质量，还帮助他们提升了语言能力。通过使用 Grammarly， 他们能够更加自信地进行写作，从而在学术和职业生涯中获得更多机会。不过 ，Grammarly 也面临一些挑战，例如，某些用户对于其建议的准确性表示质疑，特别是在某些特定的专业领域。此外，随着自动化技术的进步，如何平衡机器建议与用户个人风格之间的矛盾，也是 Grammarly 需要持续关注的问题。6、未来展望。展望未来， Grammarly 将继续朝着提升用户写作能力的方向发展。随着人工智慧技术的不断进步， Grammarly 有望在语言处理和理解方面取得更大的突破，为用户提供更加智能化的写作辅助。此外，
Grammarly 可能会进一步扩展其功能，进入更专业的写作领域，如法律文书、技术报告等，以满足不同行业的需求。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， Grammarly 的多语言支持和文化适应性将成为其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。7. 结语。总的来说， Grammarly 作为一款语言检查工具，以其先进的技术和便捷的使用体验，帮助了无数用户提高写作质量。它不仅是写作的助手，更是学习和提升语言能力的重要伙伴。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， Grammarly 无疑是每一位希望提高自己写作水平的人不可或缺的工具。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用户需求的变化， Grammarly 将持续努力，为用户提供更好的写作体验，助力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中取得成功。